咁我哋最後啦就要睇下 Bitcoin 同 Ethereum 喺未來會點樣走落去，佢哋有咩潛力同埋有咩挑戰呢？咁 Bitcoin 嘅未來啦，Layer 2咧都係一個發展當中啦，例如 Lightning Network 就嘗試喺 Bitcoin 上面起一條更加快速嘅支付層，令到轉帳啊速度快啲啊，手續費平啲，適合日常使用。但係咧都未算好普及，仲有佢 UX 穩定性要解決。第二就係佢嘅避險資產主力嘅地位咧，都需要繼續去鞏固。但係而家已經好多機構啊、基金啊、個人甚至退休基金都開始買入 Bitcoin 作為一個對沖嘅工具。第三咧就係國家級嘅應用已經出現咗啦，例如 El Salvador 已經成為第一個承認 Bitcoin 為法定貨幣嘅國家。咁其他國家例如中非共和國啊，部分央行咧其實已經開始咁樣儲備緊 BTC 啦。咁 Bitcoin 咧其實會繼續走佢嘅數碼黃金嘅路線，為穩陣為主。咁 Ethereum 嘅未來又係點咧？第一，佢已經由 Proof of Work 升級咗 Proof of Stake，咁佢比較環保減排啦。咁 Ethereum 嘅能源消耗咧，其實已經減少咗超過99%㗎啦。第二咧就係 Layer 2嘅生態加速爆發，有好多唔同嘅技術去加快交易速度啦，減低 gas fee 啦。咁 Layer 2嘅開發熱潮咧，都令到 Ethereum 更加適合於日常應用。第三咧就係面臨一個好激烈嘅競爭，例如 Solana、Sui、Aptos 等新一代嘅鏈咧，都住得速度快啦，手續費平啦，有潛力去分薄開發者嘅注意力啦。但係咧，佢就未必有 Ethereum 咁堅硬嘅社群啦，去中心化嘅程度。第四就係三難困局未解，安全性、可擴展性、去中心化，要平衡三個咧，其實係比較難嘅。咁每一個選擇咧，都係一個 trade off。咁 Ethereum 咧係成為全世界 Web3 嘅基建，仍要繼續去解決技術啦、UX 啦、安全性同埋唔同嘅挑戰嘅。咁講到尾，Bitcoin 同 Ethereum 都係為咗解決兩個完全唔一樣嘅問題。